其真也君子。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为也？子曰：惠氏后素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其余者商也，实可与言师已矣。子曰：下礼，吾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动不足争也，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帝，自既冠而亡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或问帝之说。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说者于天下也，其如是诸斯乎？指其长。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欲祭，如不祭。王孙贾欲问曰：与其媚于傲，宁媚于躁，何以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或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周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射不主皮，未必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贡欲去故朔之细阳。子曰：是也，而爱其阳，我爱其利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定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驾后世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对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气小哉！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事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知礼乎？曰：邦君束射门，管事欲束射门。邦君为两军之好，有反殿；管事亦有反殿。管事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欲鲁太师乐，曰：乐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细如也，从之，纯如也，矫如也，亦如也，以成。宜丰人请献，曰：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纵者见之。出曰：二三子何患于三乎？天下之无道也，久矣。天将夫子为木夺。子谓韶：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武：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居善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公颂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入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木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东。
南北两极连中序，浑圆古侧在中央。老木降下通天桥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儿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然而点铁马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担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劳木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劳木降下满天星斗都下世，王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。此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歹，
自自首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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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后学导读完毕。谢谢理想姐姐帮我后学附送。谢谢思婷妹妹为我们导读，大家晚安。晚安后学想你哟。感恩想你，拜感拜，恩晚安喽，拜拜。感恩感恩前贤慈悲，感恩再见了，晚安。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张前贤晚安，林天进前贤晚安。